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比特幣家伙。咁最近有一個網友咧就留言問咗一個問題，咁我今日試下解答下啦。佢咧就話：如果有一日咧冇電或者冇網絡咧，咁比特幣會點樣咧？我諗咧，我哋可以分開唔同程度嘅嚴重性去講下嘅。Level 1咧就係短暫地區性嘅停電或者停網。咁呢一類型嘅情況咧，其實並唔罕見嘅，甚至每日都有唔同地方會發生嘅。例如電力公司啊、網絡供應商啊呢啲出咗事，佢哋要維修，但係呢啲都屬於係好快可以恢復嘅故障嚟。因為比特幣唔係一間公司，佢嘅設計亦都唔係依靠中央嘅伺服器，佢係一個去中心化嘅網絡。佢嘅節點咧係遍佈全世界，所以即使你身處嘅嗰個國家停電停網一整日，其他國家都可以照出區塊驗證交易。咁只要當你嘅電力同埋網絡恢復返之後咧，你就可以依靠住其他國家嘅節點去驗證返同埋去 update 返條 blockchain。跟住咧到 level 2咯，就係咧好長時間冇網絡，例如可能政權嘅封鎖啊、打仗啊，或者唔知點解你去咗一啲好偏遠嘅地區啊咁樣。咁其實而家已經有一個解決嘅方法㗎啦，就係咧 Blockstream 嘅 satellite，即係衛星。佢哋咧喺世界各地咧會有自己運行嘅地面站啦，咁將整條區塊鏈嘅資料咧射上去多個衛星上面。咁呢啲衛星咧，佢會全天候免費廣播比特幣主網嘅區塊數據，咁覆蓋全球大部分嘅地區嘅。你只要有一啲特定嘅器材咧，收到衛星信號啦，你就可以喺冇接駁互聯網、喺山區、喺極權嘅政府封鎖底下，都可以離線咁樣同步翻嗰條 blockchain，仍然可以參與比特幣嘅網絡。跟住到 level 3咧，就係長時間冇電啊，因為冇電咧就包含住冇網噶啦嘛，所以咧係更加嚴重嘅一個問題。但係咧，其實要有電咧，其實唔係好難，因為我哋已經有太陽能板啦、小型嘅水力發電啦、風力發電啦，甚至係手搖嘅發電機，再配合埋適量嘅電池咧，咁我哋只需要有太陽繼續升起，有水流、有風，我哋就可以發電。我哋要做嘅就係好好保存自己嘅 private key，可以嘅話最好 run 一個 node。唔需要靠政府，唔需要靠銀行去打救。跟住去到 level 4咧，就係太陽風暴，仲要係嚴重嗰隻。咁呢樣嘢咧，可能持續幾日或者幾個星期咁樣。咁之前提過嘅衛星系統咧，可能大部分都失效㗎啦。互聯網嘅基礎設施咧會崩潰，傳統嘅金融咧或者比特幣嘅網絡咧即時會癱瘓。但係老實講咧，去到呢個程度咧，其實最寶貴嘅嘢可能唔係金錢，因為金錢其實只係為咗交換價值同儲存價值。咁去到嗰啲層面，其實你係咪要生存先係最重要嘅嘢咧？所以我哋要嘅嘢應該係水、食物、燃料、武器等等。話雖如此啦，但係比特幣咧係有節點上 redundancy 嘅優勢。即係話咧，佢有好多好多節點咧，喺全世界好多好多地方咁樣，所以咧喺冬眠之後咧，其實係可以復原返，只要有幾個節點係冇事嘅話。但係傳統金融咧就好難講啦，因為佢哋係依靠中央嘅伺服器去運作。OK， 去到最後咧就係 Level 5文明級別嘅崩潰。咁最後我哋假設一個極端嘅情況啦，例如係冇陽光啊、冇水流啊、山霧靈、天地合、海枯石爛嘅時候，咁唔單止咧比特幣係無用武之地，而人類嘅文明咧都好可能玩完。今日嘅結論咧就係比特幣唔係為咗世界末日而設計出嚟，而係為咗對抗現有嘅腐敗嘅制度而生。
只要人類嘅文明繼續存在，只要有發電嘅可能性，只要有部分人繼續去 run nodes，只要我哋繼續好好保存我哋嘅 private key，比特幣都可以繼續落去。OK，咁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希望大家可以幫手 subscribe 個 channel 同埋多啲留言。多謝大家收聽，下次見，拜拜。